多謝，多謝晒啊 ！Thank you。好啦，嗱咁啊，仲有一隻歌送俾大家，咁啊就我哋今日嘅節目就要結束啦，好唔好啊？又唔係悲秋風，你想聽一世啊？你好似夢裏見到的仙女溫柔，唔貌更嬌美。好啦，嗱，最後一首歌《分飛燕》送俾你哋。6月13號再見啊！分飛萬里。我欲訴別離情無限，匆匆怎訴情無限。又怕情深一朝淡，有浪愛海花。空這夢是成夢幻，這於世文永存在腦間。咁啊，一曲分飛燕咧就結束咗我哋今日全日嘅金曲節目。咁喺度咧，再次代表我哋全體嘅歌手，多謝你哋嘅嚟臨，多謝你哋嘅支持。希望6月13號再見，祝各位晚安，大家心想事成，萬事如意，身體健康，再見。快鼓掌晒啊，個都！好啊，再見，再見。